伫这场火灾受害的民众，社会各界寄付的善款已经超过2亿6千万。高雄市社会局来承诺，这个善款会100%用伫受灾户，罹难者的家属会当领400万，受伤者6万。另外，这个租厝移迁的补助，嘛会为9年，这个半年9万，延长到2年36万。只要受灾户找到厝，就会先发9万块的补助金，剩的27万，嘛会陆续来发放。住户讲，这条钱讲济无济，但是万无无万少，总是会当加减来帮因减轻一寡负担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要看一下9如2路。王小姐摕手机来敲电话，伊是城中城的受灾户，昨才拄出院，住伫安迪旅馆，即马就需要找到后一个大的所在。我们签约的话都是1年1签。另外一位柯太太开始看厝，不过真侪住户原本就无啥物钱，可能无法度负担真悬的厝税。即马社会局承诺会甲善款2亿6990多万，100%用伫受灾户。罹难者家属会使领400万，伤者会使领6万，佮有受灾户1万以外。税厝的移迁补助自半年9万，延长到2年36万。只要找到厝，就随发钱。当然是有多啊。但是这场火灾造成我们要搬家，我真的觉得好累好累。不过受灾户嘛烦恼，若是一直找无厝，安置旅馆的安置时间敢有期限？旅馆是没有限制的哈，但是它就是紧急短期嘛哈。社会局嘛强调，伫住户找到厝之前，嘛会协助检查家电敢有够。不过对罹难者家属或者是受灾户来讲，这条钱嘛会使暂时减少一寡因的部分支出，互因会当较放松。